政府发出讲，2050年要达到净零排放。去年3月底，国发会嘛提出减碳的路径。12月底又搁公布12项重要的战略。也毋过有专家学者是认为讲，咱的政府确实是有心哦，也毋过做法伤过保守咯。国发会12月28公布台湾2050年净零碳排的战略，估计2030年要减碳24%左右。国务会也针对目标提出做法。台湾科技媒体中心测试邀请专家学者评论中央的净零战略，民间团体甲学者批评，这内容对袂到国际要求，2030年减45%的要求，而且欠缺长期完整的规划甲方法。在面对净零上面的话，要跳脱原本既有的行政的框架，整个预算规模跟他们习惯的过往的部分都要再增加10倍的时候，这中间就会出现到一些能力方面的落差。学者指出，目前2030年的目标受过保守。在国发会发表现场，国发会强调大量的减碳能力寄望伫未来新科技的发展，但是这个讲法也受到学者批评。我们呢，先不要做，等以后未来发展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减量的科技。大便车坐享其成，那就是缺乏了公德心。学者指出，部分部门是无够拍拼，无意识到净零的重要性。民众普遍对气候变迁的议题真要义，但是有学者认为，民众相关的知识量是真欠。我们的未来世代的生死的这个大事，没有这样子一个认知，那这是一般的民众加上一些知识分子的官员里面。尤其是长官里面，可能有很多也是这个样子。学者指出，官方的战略欠缺碳税等等的规划，报告内底要透过种树来增加碳汇、进口轻量等等方法，也无可行性的规划。大部分学者肯定中央行出第一步，但是嘛批评欠缺更较有路的规划。记者郭本条随台北报道。